客家电视剧《寒夜》是原创作者李乔，他对客家文化有深入的研究。他就是客语年度大戏《寒夜》的原创者李乔，将客家人的故事搬上荧幕，观众的好评让他倍感意外。一個數目美國客家人聽嗬，喺幾隻台灣沙嘅數目，呢度人看得聽，因為有客家話題嘛。但是猶太可能是個私募，所以當多我一些朋友啊，好多人會打電話嚟講，講李老師，我咩可能是你哦？係講李老師，我咩好假嘅客家話了。客家人的信仰中心義民爺也是李喬研究的重點。以前政府就頒發一個東西本，就話嚟保重義民。結果今年時代變了以後呢？一轉過來變，喲，跟老滿清政府做的事情就變太監了。你看那個是污名化的過程了。客語消失是李喬最擔憂的事情。為了推廣客家文化，李喬在3、4年前參與了電視客語節目的製作，讓大家對客家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電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苗栗報道。屏東縣的客家鄉鎮竹田鄉創作出一種物品，以檳榔樹的葉子彩繪成充滿客家風味的扇子。在屏東縣竹田鄉的檳榔園有一個工作室，大家埋頭作畫。仔細看，用的不是圖畫紙，而是一種特殊的材料，叫做檳榔葉。這裡呢就是檳榔園，枯黃的葉子掉了下來，沒有浪費，撿起來就可以做成扇子。今日飲乜鬼嘢哦？佢要先煎地去，頭一條先煎地去，我多中間也先煎地去。也米啊都冇用多了。形狀慢慢的剪出來了，用電熨斗燙一燙，再重重的把它壓平。然後呢，還有一道作業的程序呢，就是用布條包着邊緣車邊，之後就可以上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圖案。假如講人哋客家人咧，同人哋咧要推表現嘅衫褲啦，嚇，阿哥人哋咧腳頭啲馬啦，將繡花係表現出來嘅話，人哋記得講啊，人哋攞嚟當人哋客家村莊。當地的民眾針對搖扇子還有一句有趣的俗諺，聽看看。三日拍打拍，四股抹打抹，三日別打撇，四股未打撇。民視新聞李惠美、蔣東賢屏東報道。桃園文物協會收藏了1000多件近100年的客家古物，每件古董的背後都代表客家人的精神。宗教和藝術如何結合在一起？看看這個小小的土地公神像就可以知道了。佢哋上彩特別少，就講佢用的時候，而且佢啊係一擺小場的、小型的，好算是一次有的，那個最難得的東西。年初時期，客家新嫁娘的心情和女工全在這2面劍譜上。現代最主要佢嘅像個劍那樣嘅造型哈，這大家就講有辟邪的作用啦哈，原先。裝好這樣一層一層在固定在修，好，那就算清有特色，比如說鍋碗瓢盆、家具床鋪，這些上千件年代近100年的古物，全都是朱成耀的個人收藏。他說，過去的歲月雖然來不及參與，但是他要繼續收藏客家古物，傳承給下一代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桃園報道。